那个，我们那个好像是二水那边好像有电线，好像被那个树木给砸到，对不对？好像目前是单向、双向通车的话，那我们目前大概有几班车会延误的部分？好，目前我们是田中二水啊因受电车线故障的影响大致列车误点有4班172慢23分，2194慢43分，562慢20分，3168慢21分，总共4班车。这样的话有没有大概多少人受？就是可能时间会怎么样的部分？目前是没有什么大影响。那它本身的话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？就是据我们所得到消息，就是说因为受到那个风太大的关系的影响，也有可能。是因为我们的电线是被树木还是怎么样？就是说它是风雨太大的话，导致怎么样的情况？这个实际上的采证还是以电车线人家去现场看才知道。现场回报怎么样？现在目前就等那个什么电力维修车修务情形再通报。现在目前是单向。对，单线双向行车。各位旅客，非常抱歉，因受到田中二水电车线故障的影响，目前是田中二水是单线双向通车，造成各位旅客不便之处，敬请见谅。各位旅客非常抱歉，因受到田中治水电销线故障影响，目前通车的情形是单线双方面的通车。变做一条线在行就对了。耽误各位宝贵时间，电向各位旅客原谅，谢谢。